今嘛有愈来愈侪台语 YouTuber， 一个长期住伫咧美国的台湾人 Lisa， 是对2018年就开始用台语拍影片，分享伊伫咧美国的生活，解说相关。是希望有愈来愈侪人介意台语、学台语。今日来这 Millwoods 国家公园来爬山行路。因遮有徛一个树仔图，互你知影遮个树仔是为西元909年就已经开始成长啊。那爬山，那介绍美国的国家公园 YouTuber Lisa， 嘛甲生活中的台语讲互观众捌。伊嘛分享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甲饱，都是对台语歌正过调来的。自初一直直唱到15，就通知影台湾过年的风俗。初四节成，初五隔开，初六有会，初七七完，初八完全，初九天公生。伫美国定居超过10档，进伫咧美国教音乐。Lisa 自7、8档前开始拍影片，用台语分享伊伫美国的生活，包括主持解说俗语，嘛甲布袋戏团和出版社合作等等。我就有看到有人咧教日语啊、英语啊、韩语啊，我就是讲台语即块介绍无人咧教，所以我就讲，我就想讲啊，我自细汉就拢讲台语大汉的，台语应该嘛算是袂歹，我就甲起来做啊。Lisa 嘛分享讲，家己是透过教育部的网络资源，豆豆去学台语书写的。伊嘛强调学习的过程有语言意识，甲坚持的行动力拢真重要。因为你本来就是伫华语的环境大汉的啦，所以你会当讲华语基本上是你的母语，所以你讲出来的话基本上就是华语。你若要讲另外一个语言，你就爱家己有一个意识伫遐讲，所以才会当坚持讲。除了分享生活，Lisa 嘛有拍影片，用吐槽的方式开破社会大众对台语的迷思。伊希望透过无共形式，甲台语的底子讲互愈侪人了解。记者卢尚祖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